今仔日，就是有淡薄仔较酸，毋知影是安怎，就有可能是因为变换我苹果的电脑，就是因为有两个系统，一个新的，我意思一个是较旧的，为着爱做 App， 就换较新的迄个系统，就无方便讲录这录迄。嘛因为就是录物件录广播电台，无亲像平常时讲做交文的。我嘛讲看开，就是这只是敢若是形式，就是一直去录，就若亲像讲我去买即个定数的课程，买到一大堆，拢无去看，安尼较输讲，我就会选一个课，好好啊去甲伊研究，安尼共款。毋过我的问题就是，重点做到讲，甲重点混毋着火气，今仔日嘛有去讲绘本的故事，较白虎准备。毋过就是每届我讲绘本拢无啥物人会来参加，我嘛看真开，有可能是讲我的台语无够标准而且 Clubhouse 的人本地就愈来愈少大家较无迄个定会爱来迄种力量无一个痛苦甲大家诱斗阵的迄种力量无去运作。毋过就是我就当做是我的一个作业一个练习有一个时间，互我去用台语讲绘本讲啊好甲毋好，其实拢无差，就是讲做一人来听，也是讲两个人来听，拢无啥物应话。对我来讲，拢是一个短暂的，拢是一个拢敢若是一个过程尔毋免较重视讲，足侪人听嘛是安尼，无啥物人听嘛是安尼。我毋免甲我对我家己的对我家己的自信甲有偌济人听表现安怎，别人的反应甲伊绑做伙。毋过今仔真正有较懒就会想讲，其实想要休困感觉讲无简单就是心情有较放松，有较想讲无简单。暗时的时阵读册会，我嘛有去听，嘛有录音。上主要是因讲的台语是足深，会讨论一寡台语词，我拢无听过，甲伊录起来就是以后会当做参考。即马就是天都还袂到迄个坎站毋过就是有做台语做好的人伫遐互相讨论，即种机会嘛毋是介济甲伊录起来以后等家己台语变做好的时阵就会当拿参考。我今仔嘛是有一个足贪心的镜头，搁举起来，就是我就为着去翻译绘本，毋过即届毋是对华语翻做拼音即届是我找到的
稿本底就是台语汉字的稿，我就甲台语的汉字翻译翻做罗马拼音白话字。我想讲这嘛有帮助就变做讲会使训练家己去学习，就是这个方法，就是拢爱有苦功啦，毋是讲无用心安尼就会当变厉害啊。这物件就变做无用心就袂进步。做公平即种学台语学台文无迄种天才，拢是爱定定接受。我就想着讲，伫暗时的时阵有读册会，其中有这基督教徒伊有讲，伊讲因有一个坚持，就是讲跳舞唱歌，迄是非之地，力量可能较拉散，因就袂爱去。伊嘛无法度去叫别人莫去，毋过因就是讲，去互即个灵去互感动着，就变做讲因就会无爱去迄较复杂、较误路的场所。我想的这就袂输讲台语、学台语、讲台文共款。足侪人嘛会讲华语，感觉足方便的，嘛真好，会当吸收足侪知识，会当就是足方便啊！你毋免讲去学一项物件，对做青分，安尼豆豆学，而且就算你学甲搁较好，嘛有人会甲你批评。毋过这就袂输讲迄个信用共款，基督教伊就袂爱去啥物场所，别人去伊就爱甲人尊重。就是咱即个世界，伫咱台湾嘛是有讲，以华语为主，即种就变做讲，咱嘛无法度去甲人勉强，就若宗教共款，宗教就是宗亲宗教，若宗教共款，就是家己会使坚持，毋过就是少数，因为这都是分世俗甲信灵这对宗教来讲是安尼。一般大部分的人拢是较世俗伫世俗生活，因看的眼界嘛是世俗，因嘛无法度去对世俗的人去要求，伊敢若会当对家己厝内的人去做要求，要求讲可能信啥物宗教。讲台语即件代志嘛是安尼敢若有法度对厝内的事势做一个要求，做一个训练，毋过变讲外口的人爱用啥物语言，变做这就是爱家己尊重，毋过会当足骄傲的有会信宗教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较骄傲，认为家己无共款有无共款的宗教的知识，无共款的生命保佑，保庇。若台语嘛是共款共款的所在就是，知影讲语言的运作、文字的运作、思考方式甲语言文化之间有啥物牵连，拢变做讲这是我对我个人的要求，
就是第一思想方面莫对互相对摆，思想方面知影讲，家己的价值，莫去抱怨别人，就是家己会当控制的所在，着好好啊做。进步诚慢嘛无要紧，毋免着急，因为这就是一步一脚印的代志，势头。无亲像讲有诶代志，就是你会当讲做一个形，变做会当，就是有一寡会当软转的所在。毋过学习语言，这就是你你有偌济功夫这有偌济时间投资伫顶头。当然就是天分加上就是就是时间搁有有偌济讲练习，就是做公平。我嘛知影我即摆的问题，就是讲足济白话字看无熟，安尼定定看，愈看搁爱愈去约谜猜，毋知影别人咧讲写啥，啊无就是无加写，若亲像讲我会当去找即个翻译，就是汉字台语汉字的翻译，我家己正做白话字来安尼写，安尼嘛是诚好的训练。问题就是第一讲，有可能就是会忝、会懒、会想讲莫遐认真，这就是上大的杀手。拢知影爱安怎做，毋过就是去做这项势头的时阵，拢会找足济借口，互家己毋免遐拍拼。我希望讲我即摆会当加去练习。拄啊好有一个西米老师，伊会甲我改文章，佫会指导，拄啊好就是找着做下我即摆状况的人。我嘛毋免去要伊讲，伊叫我为基础的去学，是毋是我无够厉害，无够贤？拢毋免去想这。嘛有一寡去讲台罗教育部叫做汉罗，汉罗迄套嘛有人伫教。介心讲诚想要参与，毋过我嘛是爱知影讲我即摆需要做啥物代志。我即摆爱做就是加练习白话字的句，搁有会拍字家拍出来，也无就是讲看有，我拢知影讲我应该安怎做，毋过就是讲会无决心，想要找借口，想要去听一寡华语啊，无就是随便听台语，毋过无爱讲，嘛无爱去思考。安尼拢是头食步，就是这代志步头食步啦，就是有偌济开偌济时间，偌济气力，就是进步，就是安尼就是毋是讲凊彩看看有人就足够，有这种人，毋过就拄啊好毋是我。嘛毋免去甲别人的看法，别人安怎看安怎想，爱讲台语不爱讲台语，拢像信用共款，毋免去甲妄对方，安尼是加痛苦的，嘛是会替别人牵气。即摆我需要的就是莫替别人牵气，相信家己即摆做的代志，莫讲别人
讲一两句批评吼，一两句泼冷水吼，就受到影响，这拢是会阻碍讲我即马伫学台语吼，写台文吼，若想足济当然大家拢讲法拢无共吼，拢有伊诶困难，就是台语诶词就是真足济当拢无继续去使用吼，拢较敖诶人拢是转华语去讲，倒伫厝内吼较会讲台语，就变做讲即种使用毋是一个无，毋是一个足重要诶一个发表，足重要诶一个讲话吼去使用诶一个语言吼，变讲是是第二个语言，毋是主要诶语言吼，变做当然拢有足济无共款诶看法，拢是爱甲人尊重。我嘛有吸收一寡讲法，毋过即著是无共款诶派门吼，有无共款诶坚持。我嘛需要有家己诶判断，嘛会定定想讲，我若用台文写足长落落诶小说，有价值，敢有价值无？搁伫咧内底伫遐去想来想去，讲爱安尼做吼，都毋是大家爱看诶吼，搁变做安尼吼，天台拢要找一个上轻松吼，就开啦一丝仔，就就是讲反应就诚好。这就是现代人想要软装的一个心态。我希望讲家己都是较老实吼，就是毋免去想这讲踏着机会即种趁软啊毋免安尼，就家己当做一个宗教宗教哪有是讲要趁软啊的，拢是一个信仰，一个想要奉献而且别人若无了解家己就边仔摸落就无要紧毋免去怨气，真正毋免，因为别人毋是家己会当控制，就是安尼。